水教室，小河馬嘅打結無線球。小河馬胖胖好中意砌積木噶，佢決定要為自己打造一座全森林最高嘅積木寶座。佢小心翼翼咁將正方形、長方形嘅木塊一層一層咁搭上去。正當城堡仲要高過去嘅時候，佢自己嘅手踭唔小心掂到個底座啊！砰！一聲巨響，成座城堡瞬間就變成一堆嘅廢木塊。胖胖呆一呆，跟住佢個心口好似有一團亂糟糟嘅毛球緊緊咁鏈住，佢嬲到面都紅晒，用力將積木踢飛，亦都大嗌：我唔再玩積木啦！我最討厭就係積木。河馬媽媽聽到聲音就走過嚟，佢冇責備佢踢積木，反而抱住佢輕輕咁問：你個心裏邊係咪覺得有一團好似解唔開嘅無線咁啊？佢點一點頭，好委屈咁喊咗出嚟。媽媽教佢一個魔法，當我哋遇到挫折嘅時候，心裏邊嘅毛球打結嘅時候，越扯佢就只會越嚟越緊。我哋首先要離開現場。媽媽帶住佢遊走花園，行咗一圈，吹咗一陣微風，飲咗一杯冰涼嘅果汁。等到胖胖覺得呼吸變得平順，胸口嗰團毛線鬆開嘅時候，就陪佢走返去房間。而家我哋睇下點解會倒塌。媽媽引導佢觀察，佢慢慢發現原來係底部嘅積木唔夠闊。呢一次胖胖冇咁急住要搭高佢，首先將個地基打穩。當一座堅固嘅城堡起好嘅時候，胖胖就明白失敗係會帶嚟挫折感，雖然好似打無線咁，但係首先要慢慢解開，就能夠重新揾到方法。